5月29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位好有神秘氣質嘅人嚟啊，生性溫和，唔中意爭執，做事睇大局，有遠見，同埋有一種可以團結人嘅力量。中意隱藏自己，無論係對父母又好，對師長又好，都中意做一個乖學生、模範生嘅角色，所以身邊承受好多嘅壓力。個人比較敏感，容易受外界嘅影響，對於一啲藝術啊各方面咧好有感受力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好似一個天使同埋惡魔嘅共同體，一時好溫柔，一時咧個態度咧突然間就會變得好衰。當你真係好中意嗰個人嘅時候，你就會將對方咧當成自己一樣，口沒遮攔，有時講嘢咧無意之間傷害到對方都唔知嘅。結咗婚之後咧會成為一位好先生、好太太，但有好多時咧都會勉強自己去配合對方，而令到自己好有壓力。而喺性嗰方面，如果你真係可以同對方表達到對性嘅睇法、性嘅感覺嘅話咧，你先至可以 enjoy 到性愛呢樣嘢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工作方面咧，你都幾全能型嘅，你有你嘅直覺，你有你嘅創造力，一啲藝術性質嘅工作啊，或者感受力高嘅工作咧，會比較啱你多啲。你對錢冇乜睇法，財運咧係會受外界嘅影響而有所起落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培養你嘅興趣啊，揾一樣真真正正可以令到你一生探索嘅興趣，對於你嘅生命嚟講咧係爭好遠嘅。學識獨處，唔好理人點睇，唔好下下咧都覺得需要符合人哋嘅感受同埋人哋嘅睇法。可以做到嘅話，希望你嘅生命亦都變得自在同埋喜樂。